的嗓音传唱客家歌曲，瞬间凝聚所有人的注意力。他是客家歌手林姿君。拿起麦克风，林姿君台风稳健，用声音扣住观众的情绪，弥补重度弱势的缺陷。上台前，姿君不是在排演，而是装扮打点。她很在意眼妆。我如果看得到，我出门我至少会贴双眼皮跟假睫毛。想要吹点右手哦。如果看得见，这句话叫人鼻酸。4岁时一场车祸，姿君才晓得先天性视力有问题，只能看见微弱的光芒。小朋友他们都比较直接，然后呢，他们觉得你很奇怪的时候就是会排斥，然后或者是会欺负啊，什么都有。而且精神上呢，给他鼓励啊，有什么怎么样，我说没关系，就鼓励他，就这样子。说到这儿，姿君的妈妈有些哽咽。那我们马上来欢迎我们的姿君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母女俩不放弃，姿君顺利考上音乐系，加倍练习。我是先用背的，先背好右手几小节，然后再配左手几小节。就是人家去夜游啦、去约会啊、去玩啊，那个时候就是我在练背谱。他克服障碍，赢得母语创作比赛冠军，甚至出唱片，尝试创作。就是有灵感的时候，然后旋律跟歌词有时候是同步，就会在脑海里面出现。那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直接用那个随身听先录下来，然后呢，会请我大学的同学啊，他可以帮我写成那个五线谱。一首首客家歌证明姿君成功挑战命运，告诉大家他来自客家村。只要有一线光芒，就能刻画梦想的蓝图，就能谱写生命的乐章。姿君的客家创作吟唱出我的感动时刻。